象棋源於古代戰爭，車馬炮帥各司其職，演繹住千軍萬馬嘅沙場對壘智慧。至於圍棋誕生已經有數千年歷史，黑白意旨縱橫盤面，蘊含住古人對大局嘅思考，兩者都係源遠流長嘅中國傳統棋藝瑰寶。學校一向都鼓勵同學認識中華文化，我哋相信以棋立品，以棋啟智，以棋養德，呢個就係傳統美德嘅傳承。喺2月28號星期六，我哋學校嘅辦學團體會舉行第13屆青少年德育勵進杯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暨中國象棋比賽。識捉棋嘅你，快啲嚟報名參加啦！